南投溪池乡出红茶，除了卖茶米，农会嘛做饮料蛋生意，用规地红茶米来泡摇摇杯的饮料，伫个连续假期生意是杠杠滚。这种人潮，这个时间。 暗时9点外，南投一外潭，这个饮料店真侪人咧排队。太夸张了！排队买饮料的人遮尔多，3位女店员一个收钱，人个倒茶装茶啊，手拢无停过。原本是暗时9点要关店，但是因为人伤多啊，延到10点，才甲所有人客店的饮料做完。4天我们做了60几万啦。 生意遮尔好，原来因拢是来买这溪池乡农会咧卖日外潭红茶。很润口，口韵还蛮不错的，喝起来味道挺清甜的。日外潭出产红茶，溪池乡农会开这饮料档，一段茶红茶茶叶软软的，倒入去机器内面灌水冲泡。 3分到5分倒出来，现场的红茶非常香。同款是农会信义乡农会，嘛甲当地梅啊做成各种的食品。2连假4天，同款人真多。4天的连假，平均它的销售额大概都是在5、60万。特别是梅啊双十一业绩上好，一天会当卖到5万外块。农产变做饮料变鸡零，这拢是少年人上喜的，嘛互在地农作物找到更较侪出路。